中客家官庙讲，高雄美浓有一间土地公庙香火真旺，最近半年来，互一个查甫占条咧拢唔走，乌白甲捡来物件放入咧庙里，困的时，佮甲跪咧涂骹的珠仔摕来当做枕头，互附近的民众无依法，区长拢总车清洁队清走2车的粪扫，伊还佮唔走，因为伊无甲人攻击，嘛无法度强制甲伊带去病院。 庙边的脚踏车顶悬拢是罐仔，也是便当盒仔，一边的石椅嘛顶真济一箱一箱的纸箱啊，遮拢是即个穿深色的衫的查甫人顶的。那个脚踏车是不是你的啊？是安那甲物件顶伫土地公庙，即个查甫人有听到煞无要应，只是点点仔伫食物件。毋过伊甲美浓即间土地公庙当做家己的厝内来顶遮尔济粪扫，已经造成附近厝边的困扰。每次都堆了很多。 上次都警察来赶，叫了又搬走，搬了现在后面又有了。土地公庙，他也在那边堆了一些东西，然后我们前一阵子也请清洁队去把它清了2车的垃圾，又把它清走。根据了解，这个姓池的查甫人差不多70岁，附近的厝边讲，查甫人将庙当作厝已经有半年啊。当开始的时阵，大家拢无感觉安怎，不过伊渐渐开始订真济物件，阁真歹味。有时阵阁将庙的贵珠啊当作是枕头伫困，遮尔离谱的行为，互厝边是愈来愈挡袂牢。其实这个查甫人有家己的厝，伊进前甲伊的小弟做伙住，不过唔知影是安怎雄雄无要转去。有劝他要回来住，他没有，也不想要回来，是不是？ 那我不晓得了，他都是不用签啦，签也没用啊。厝边请社会局来斗3工，但这个查甫人长期占用的土地公庙，无所有权的人无法度来告伊侵占，加上姓池的这个查甫人无攻击人的行为，社会局嘛真歹强制来安置，唯一会当做的，只会当继续来劝伊离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